咱先用一寡时间，用祈祷来开始咱今仔日的对主的敬拜，对主的尊崇。OK， 好来，诗诗班是要服侍的人员，我们都用祷告的心来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的崇拜，用祈祷来开始。虽然阁有较慢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求主也保守因的脚步平安，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来敬拜。主上帝，阮真欢喜，搁一摆有即个时间，分别做成来甲你亲近。我们敬拜你，我们学乐你，尊重你的圣名。因为你奇妙的作为，叫阮看见，你实在是搁真搁活的上帝。阮搁抱着一粒敬虔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互阮有谦卑的心、热暖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人生的道路，伫你的内面，拢无搁跋倒。拢无搁行失觉察的所在，阮搁一摆将阮家己也摆伫你的面前，阮愿意诚做活我的罪献互你来使用，要荣耀你的圣名，叫你的名，互万民拢会当看见，互你所呼召的百姓、子民也看见，你是阮值得尊重、值得阮敬拜、值得学乐的主上帝。主，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真欢喜你所赐互阮的活水泉，赐互阮的保惠师，叫阮有喜乐的心，叫阮有平安的心伫你的面前。这是你要互阮的活命，阮所会当看见、会当感受到的。感谢你听阮的祈祷，要来到阮面中间的兄弟姊妹的脚步，也求你来保守因平安来到阮的中间，甲阮三角敬拜来学乐你，互阮领受你所赐的恩惠恩典，阮都满满的感谢摆咧伫你的面前。主上帝，愿阮安尼敬拜，愿阮安尼侍奉，诚侪芳芳的祭，到伫你遐，愿你来感答。听阮祈祷的主上帝，愿搁一摆摆咧即个时间伫你面前，求你的圣神保守看顾。感谢主耶稣，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平安，请你也甲边仔的兄弟安尼讲平安，平安。上帝听，甲你伫地。甲你上到伫地。这是伊所定定的日子，咱分别做成，要来荣光伊，要来学乐伊，因为伊所赐的喜乐，要拿水泉活伫咱的内底。主的喜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从宝座之下传来到处，宝座前从他腹中已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从宝座之下传来到处，宝座前从他腹中已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是那活水的江河，不断涌流，使我们不记得。主的生命吃下喜乐的江河，得着这喜乐必得着福气。主的喜乐是那活水的江河，不断涌流，使我们不记得。主的生命吃下喜乐的江河，得着这喜乐必得着福气。这喜乐是我小心心，这喜乐是我心欢喜，这喜乐是我灵
活水长流，伫咱的内底有满腹的喜乐，咱是安怎阁要烦恼？主耶稣伫马太福音6章的所在有安尼讲：你毋要烦恼，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食的拢是一般的人咧烦恼的。伊阁安尼讲，毋免为明仔载烦恼挂虑，因为明仔载有明仔载的挂虑，一天的艰苦，一天高压，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烦恼，毋免烦恼起来去，也毋免烦恼过暝，将咱的烦恼交互主耶稣。将咱的烦恼交互主耶稣。新的歌，咱三甲来学，三甲来唱。烦恼在门外排队，烦恼在门外排队。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人在窗边徘徊。年少，我热切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回忆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眼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人在窗边徘徊。年少，我热切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回忆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眼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咱是毋是像写书的作者安尼共款？当咱回想咱一生的光荣，咱回想咱一生的日子，咱是毋是有安尼的烦恼？将咱的烦恼交互主耶稣，主耶稣要讲，毋免烦恼，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有喜乐的平安。记得，当你的烦恼来困扰你的时候，你的烦恼来交叉你的时阵，你就向神求：主啊，我今麦咧烦恼什么代志？求你替我来摆。主，耶稣是安尼甲咱讲。等你唱的时阵，你会使感谢主耶稣，大声甲讲：主耶稣，感谢你。我看见你的慈爱怜悯甲我相行的时阵，我就感谢你。搁一摆，烦恼在门外排队。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
大声甲主耶稣讲。我亲爱主耶稣，当我转眼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我亲爱主耶稣，我永远守护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我亲爱主耶稣，当我转眼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我亲爱主耶稣，我永远守护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赦免我的冤，感谢你赦免我的罪。主耶稣，真感谢你，当阮转来看你的时阵，阮就看见你的慈爱、恩典，拢甲阮相行，和甲阮相无离。阮感谢你，也求你至圣的神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圣经的奥妙，互阮看得见你真理的福音。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求你开阮的目睭，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提示圣经真理，你我手中有你名册信，你的法规出现意义，那我良情在天靠你，我心变变爱你之心，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心，开我耳开孔，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那你欢喜来，大行有见袂过来，那我恬静在听靠你，我心变变爱你之心，开我耳孔，互我听见至圣的心，开我嘴唇，开我嘴唇，互我意爱，不断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互我会明白，因做命通温柔世界，当我良情在听靠你，我心变变爱你之心，开我嘴唇，互我不用至圣的心。永远的上帝，求你开阮的心来听你的话，开阮的心来爱慕你的话，也互阮的生活会顺服你的话，顺谈你的话，通过你圣神的能力来帮助阮、坚固阮，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
敬拜伊，要学乐伊，尊重伊圣的名。真感谢主，拣选咱卑微小可的人，互看咱做宝贝，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虽然咱的心，阮的心，侪侪忧愁艰苦，主你拢知。当阮叫你的名，你甲阮讲，毋免惊，我已经赢过这世间。感谢你的安慰，互阮的心欢喜快乐，使喜乐的灵，那水泉伫阮的腹内要冲出来。主，你的灵叫阮会当笑眯眯；主，你的灵叫阮的性命会当过更新。阮真欢喜你这款无比的听。阮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懊恼感谢，愿你感纳，愿你感纳，开阮的心目，开阮的耳孔来看见你律法的个奥妙，你律法的奇妙。互你的话，真侪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恳求圣神帮助阮，会晓安尼来谨慎来行，你所吩咐阮的改变。阮愿意专心、专意、全力来听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阮今仔日所摆列的祭。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我信信上帝，上帝，全能的爸，创创造造天地地主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以对性情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被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咱三甲来启用，启用23篇，启用23篇，诗篇第96篇。我来启你来印，要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要对上主唱歌，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要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无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联甲因光充满伊的圣所，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荣耀甲关联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就带祭物进入伊的殿，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就伫伊面前行行跪拜。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最王，世界坚固袂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爱甲你内面的万民拢着出大声，参与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树下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都来啊！伊要来审判苦天的，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这时，咱要请圣奥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进入关心。
先五对显示，咱爱时常，咱爱来思考，咱爱来反省，咱是毋是用专业来服侍主？咱是毋是要来跟对主？接续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诗篇86篇第8节到11节。咱做来看第8节来讲。主啊，这个上帝中间无一个会比得你，你的所做也无通比拼。主啊，你所做的万邦拢要来拍败伫你的面前，因也要荣光你的名，因为你最大，佮行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来敬畏你的名。即时，咱要请咱的牧师来为咱来讨放信息是主欢喜好的工人的形象。主欢喜的好工人的形象。咱的主题是了解主观甲客观的生命吼。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咱去一摆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恳求赏赐性命粮食的主宰，赐予阮谦卑顺服的心智。当阮来到主你的教会时，毋若将你生命的智慧赏赐予阮，通叫阮的生命会当学习，搁较侪来亲近主你。因为主你是世界的光，若是跟对主的人，真实认捌你的人，就着立志，互阮无行伫黑暗的中间，干那顾家己的代志，阮无要顾念别人的事。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罪！主啊，阮的心内，阮需要搁较侪听主你的心，通叫阮的生命会当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是你教导阮的生命的律例，嘛是跟对主的人，就爱学习的信仰的生命态度。愿你将福音的信息，通过阮每一摆恭读上帝你的话语的时，搁一摆来拍开阮的心门，谦卑学习来领受。
互阮的生命会当伫任何困难的环境的中间，悠然会当刚强壮大，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赏赐互阮，毋但有一粒谦卑顺服的心，嘛互阮有一粒会当分别上帝你话语的心智，互阮的生命会当为着主你来活得更较有信心、喜乐的愿望，互阮帮助遐也袂捌主你的亲人、朋友，甲阮身躯边的人，会当更较深来体会认捌主的人有真实的生命愿望。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主观甲客观无容易，特别伫咱的生命中间，我相信主观甲客观，其实咱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拢一直咧分别。PPT 帮我注意一下，好，点过去。主观是什么？客观是什么？伫咱基督徒的信仰的生命中间，其实咱跟外口的人拢相款。咱来了解主观是什么？主观是带有成见，甚至会受情绪你所介意、喜好来影响，甚至会为着利益甲压力来扭曲一个事实。什么是客观？客观就是不偏颇、公正的意思。但是，其实咱基督徒的信仰内底，咱嘛得爱了解，到底有偌侪物件是主观甲客观的中间，咱安怎咧明白这项代志？因为基督徒若无伫主观甲客观的这中间来取得平衡，甚至分别互清楚的时阵，其实你会感觉，牧师，你今日讲道吼做主观的，我拢听拢袂落。你有感受过无？我相信有啊，有人咧忝头，对。兄弟姊妹啊，其实主观今仔日咱要来看吼，内底有讲到讲，是为着利益甲压力来扭曲事实。但是我认为有真侪物件，咱是伫主观的内底有伊的特别上帝真理。所以上帝真理换名的话有主观无？其实有诶哦。所以咱来好好来认捌，到底主观的思维，基督徒要安怎来判断？我简单举一个例，你认为肝癌肝癌过身的人较侪，还是车祸过身的人较侪？你看大家讲车祸吼，但是我来讲一个事实是肝癌，肝癌死亡的人是上侪。咱每一日拢咧看到拢是啥车祸的新闻啊？咱看到手机啊啦，哇！咱特别看到迄种特殊案件的车祸，拢最爱看咧。看伊是安怎发生的，对无？但是咱敢知影，肝癌所过往的人，其实是比车祸事故所发生死亡的人更较侪。其实伫咱的脑内底，咱拢简单用迄个上简单的方式去判断一项代志，这叫做可得性的，通得到的可得性的结思啦，快速的思维啦。会当快速得到的、快速得到的，这种的思维，这是这个认知心理学家阿摩斯特沃斯基甲丹尼尔康纳曼因所研究出来的一个定义。伊咧讲这个可得性的结思，什么意思？就是人进行判断的时阵，往往会利用迄个足容易思想、足容易回忆的记忆力。也是讲，你日常生活的内底用一个足简单的这个材料甲事实，最近所发生的、常常所看见的，甚至互人印象足深的，迄你就会认为这种的可能性几率较悬。这就咱就来甲伊定义讲，事实就是安尼。但是这种的事实，往往会产生什么？叫做认知的偏差啦。哇，牧师讲到遮济吼，到底跟咱今日真理有啥物关系？我咧甲恁讲。其实咱的信仰有足侪物件，足侪拢是安尼啊。传福音顺其自然就好。我的亲人、我厝里的人也袂捌主，顺其自然就好。有一天圣神会感动伊，顺其自然就好啊。有真侪时阵，咱认为咱的囝儿、咱的孙儿、咱身躯边的爸母，咱认为顺其自然就好啊。什么叫顺其自然？意思是讲，咱无要付出代价，咱无要安怎？咱无要用一个主观的观念的态度来去面对福音所会带予人的影响力。所以兄弟姊妹，
人用伫客观的方式，在面对福音的使命的工课，敢对？我认为这毋对呢。我做一个牧师人，我时常咧思想、咧回想。我认为，当伫咱的亲人的身躯边的时阵，咱无好好把握，会当将这个福音带互伊的时阵，我甲你讲，当伊离开咱的时阵，你会后悔，你会感觉哎呀。为什么我无把握迄个时阵，赶紧将这个好消息甲伊讲，掠条上帝所要伫伊生命中间所带来的影响力？你有我靠上帝亏力无？你有相信上帝有亏力无？哪有啥咱无要行？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现代人有真侪人，咱拢真爱看 YouTube， 真爱看这个足紧的资讯。咱日日拢掠咧传，哦，什么消息传啥传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有足侪物件，亲像咱头拄所讲的可得性的结识，互咱的认知产生了偏差。所以你会记得即摆咱的群组吼，咱即摆拢有人传这讯息，传了无偌久了，讲这是错误讯息哦，有没有？这就是认知的偏差嘛，敢毋是？像你即摆咱楼骹吼，这个公布栏吼，公布栏有一个这个基督教今日报顶礼拜吼，因为这个记者吼甲牧师联络讲，牧师我想要甲你采访哦，我采访我若无做啥物丰功伟业啊咧，教会要甲我采访啥？后来伊就讲无啦，牧师，其实我们涉猎的是时代，即摆有无相款的牧者，因咧经历的代志拢是无相款的。我讲阿门，这是对的。我伊咧甲我讲，阮的教会咧问阮的教会，问咱的教会安怎咧经历？我甲因讲，阮的教会所经历的代志。叫做备办的生命，当你备办，上帝就安怎，就甲咱祝福，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基督教今日报，我期待你会当去甲下载，你会当扫描 QR code， 用你的这个开启相机模式，然后扫这左手边吼有这密密麻麻黑点的迄吼，你甲伊扫入去，然后甲伊下载落来，你日日会当去看，你会当甚至甲伊注册，吼，诚济拢免费的，伊内底有足好的资料。你只要看到好的文章，你就甲伊捡起来，然后佮甲伊用一个资料夹 file 档案甲分类。当你去关心一个兄弟姊妹时阵，当你看到这我敢若有咧看到一个消息故事，我感觉这真好，想要甲伊分享，你就马上会当甲伊调出来，然后甲伊分享互伊。兄弟姊妹，基督徒就是遮尔啊简单，会当传扬福音。但是咱安怎咧使用咱身躯边好的物件？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日常生活内底，咱常常伫客观甲主观的两个观念的中间，咱时常咧拄着。譬如讲，咱常常的埋怨，有一寡人的想法上过主观，欠缺根据，有无？有哦，有个人讲话较直哦，有无？咱会感觉伊主观的，这毋知有事实啊无安尼？甚至咧，咱希望讲新闻的报道应该安怎？爱力求客观嘛，有无？所以你会看到咱。台湾的新闻媒体，你会当知影，什么较主观，什么较客观。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警察的办案吼，你感觉台湾的警察是较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有，感谢主。你若去美国，你就知影，因的警察是有当时是做主观的哦。有无？主观到互你会惊的哦。兄弟姊妹，这就是主观甲客观伫咱的生活中间的发生。科学嘛，就爱客观，甚至咱主张会讨论的问题，嘛就爱怎采取客观的观察。兄弟姊妹，这些拢是老师做老师的，嘛就爱怎客观的。做老师的若上过主观吼，囡仔学生囡仔拢都袂爱上这老师的课。但是老师若上过客观，这老师好像教无物件，对伫迄想要读册的人，伊会感觉这老师吼无啥。所以主观甲客观伫咱的生活中拢是咧发生。爸母若上过客观，有当时你会发觉，这爸母也毋知要甲囡仔教啥，这较主观的人朋友就甲伊讲，你安尼教毋对。兄弟姊妹，主观甲客观的内底，咱常常伫生活上拢咧产生对话。但是咱要安怎样伫客观甲主观的内底来取得一个平衡，咱就要有智慧。兄弟姊妹，客观这个词，那亲像咱抱着一个比较较正面的态度，用一个客观
的观念、感觉，迄种的感觉会较好袂？会较好。但是主观呢，咱若无使用迄个无客观，也是主观的即个的时阵，你会发觉基督徒有真侪时阵，你真无容易去接受、理解的感觉。兄弟姊妹，我要问咱，主上帝话有主观无？其实是有的。但是我讲的主观，毋是一开始我讲的迄种，咱甲主观的定义，伊是偏颇迄个意义的。伊毋是迄个扭曲事实的，乃是信仰的主观是啥？约翰福音书14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吼，咱用华语来读。来，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主观无？有啊！恁的上帝敢若袂输爱我，就一定爱信真这耶稣呢？免安怎讲？当人爱你讲，你甲我讲一下，你的福音是啥？耶稣讲的话，你敢讲啊？主观啊，很主观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做一个牧师的，我若无安尼甲人讲，我相信你嘛听袂落，敢毋是？但是我若无安尼讲的时阵，你听袂落；啊，我若莫安尼讲的时阵，你可能听起来敢若较好呢。有的人会安尼想呢。圣经内面约翰福音书第14章21节讲啥？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你爱不爱耶稣啊？要爱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耶稣所讲的命令啊？他教导的命令啊，有吗？有嘛？但是你有没有在遵守啊？不一定了呢。很奇怪呢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所教导的诫命。可是我们不愿意去遵守，有真侪时阵，咱用咱的主观来咧看待，咱要安怎样来遵守上帝，甚至耶稣基督所甲咱讲的律例。所以，主耶稣的话有没有主观？非常主观啊！那你说，牧师，他的主观里面啊，不是客观来参考吗？我感觉袂使，主观的真理。真理敢会当用客观的方法来认定？其实我感觉袂使呢，因为主观的是对的呀，真理啊，真理啥咱无要做，真奇怪。耶稣讲：“爱我的人，我的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出来。”什么叫做亲自向他显现？叫做有体会、经历神同在的人啊。你有体会到无？有，但是也有人没有体会到，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感受不到什么叫做耶稣亲自向我显现啊，不就是经历神吗？经历上帝与你同在吗？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咱的生命，圣经都一直在咱讲，但是为什么咱无法度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我要跟咱讲，为什么咱经历不到？因为主观的真理，咱是用参考来用；但是客观的真理，咱会接受。安尼敢对？对哦。咱因为大家拢安尼做嘛，我客观的认定这个真理嘛。但是我跟你讲，会晓主观真理，唔是用参考用的，乃是安怎？主观的真理是接受，是顺服。甚至是遵守来做的人，这种的人才会当真心领受到上帝蒙恩的祝福，因为伊的生命会当真正去体会到、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所以兄弟姊妹，在咱的信仰的生命内底，约翰福音书14章2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耶稣回答他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好同住。”兄弟姊妹，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牧师常常会跟咱讲：“恁有听牧者无？”还好，牧师做主管的，牧师拢要求爱我做啥做啥做啥。兄弟姊妹，耶稣嘛是安尼啊，伊的门徒无拄拄嘛想要军队呢。
伊是咧看讲耶稣会当为伊带来什么款的富足，带来什么款的啥帮赞呢？所以咱知影，耶稣伊伫最后，伫要准备要受难的时，连伊的门徒拢还搁咧求讲啥？求讲是毋是伫天顶会当坐伫伊倒手边，坐在伊正手边呢？敢毋是？人就是安尼啊！人咧看牧者嘛是安尼呢。兄弟姊妹，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来知影，伫咱的生命中间，真正咱爱学习要安怎遵守。因为有真侪时阵，咱对信仰，咱只不过是认知上的信仰，客观的接受，毋是主观的接受上帝真理话命的话。这礼拜，阮伫礼拜三的时阵，咧做这个新家人的训练的工作。后壁一个学生囡仔国中生，我甲伊问讲，我讲某咪人啊，同学，你觉得我们刚好在探讨一个问题，讲你进入教会，你感觉什么款的进入教会会互你反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学生他就说，如果我进到教会人都会想要跟我传教我就感觉就不是很好。我牧师佮甲问啊，我讲好，若是安尼牧师跟你是好朋友无？伊讲是。我讲若10当了后有人甲你问讲同学，你认识的那个牧师朋友，他平时都在跟你做什么？如果这个牧师都不跟你传教，都不跟你讲福音，会不会觉得奇怪？这个同学说会。你有感觉这种矛盾无？如果伫你的信仰、你的生命内底，咱咧讲福音、传福音的要紧，但是咱拢无人要传，无人认知讲福音遐尔要紧的时阵，我认为你是客观地接受这个福音，你毋是主观地持守这个真理。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用一个公式来跟咱做伙审视咱的生命，安怎来判断主观甲客观的方法。第一个，基督徒面对的是非主观甲客观的生命表现，要安怎做？内在的态度，我用2个角度。内在的态度要安怎做？内在态度就是第一个，你要持守真理。好，什么叫做持守真理？一个问题来的时阵，你犹原抬死心想讲，上帝爱我安怎做？真理是啥？是非是啥？第二，你的主观会去应对，你会属于判断，这对还是唔对？所以你马上会知影主观，你徛伫主观的立场去应对，你唔是徛伫客观的。我唔通失去这个机会，我惊伊看伊这样起冲突，我拢安怎？安静，我拢无要插。这个物件已经来啊！你无主观先去判断，先去应对，有点是会互你跋倒，甚至会互你机会都无去，甚至会互你唔知影未来你是毋是阁有机会会当掠掉这个机会来去判断。所以兄弟姊妹，客观来调整，就是互你的信心境卡来徛在伫迄当时。当你拄着问题的时阵，你主观来应对的时阵，你会知影要安怎客观来观察你的心态，要安怎调整好势。我是瓦科主，我咧惊啥？了解我的意思无？我过去当我要开始做牧师的时阵，常常当要去殡仪馆，我会惊，呢。大家拢袂爱去殡仪馆啊，牧师拢一定爱走第一个咧，敢毋是？去到要离开世间的这亲人、这会友，我拢爱第一个去呢。甚至我会记得我伫做新学生的时阵，就对迄个教会的牧师去到人过往送入去冰库内底有诶亲属个亲人个会要求讲我要去到殡仪馆甲伊开迄个冰箱起来伫遐做一个礼拜。兄弟姊妹，我徛伫迄内底，迄冰有够冷，边真侪拢是离开世间的人咧，你会惊袂？哎呀，我嘛惊啊！我主啊，敢毋是？客观信靠上帝，但是我主观来应对，敢毋是？我表露出来就是主观的。兄弟姐，这是内在的态度。
外在表现要安怎做？外在表现就是悠然持守真理，但是你是安怎？注意哦，这是外在哦。外在当危险来的时阵，你得爱客观来回应，唔是主观去回应啦。了解我的意思无？你爱客观回应，撒万只你马上特别讲啥，袂使。你学习安尼哦。我认为这有当时人讲，我认为有人我来讲你着安怎啊？好啦。我感觉学习客观来回应，主观来表现出啥物？好啦，我了解你的意思啦。无安尼好无？咱来做一个调整。我无时常拢爱做这种工课，我袂使主观回应呢。主观回应伤济，我无听到伊所讲的物件，反倒等互伊错误认知牧师的看法。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咱伫内在的态度甲外在表现，要安怎掠掉一个最重要。真理拢有持守无？有无？看者啊，内在甲外在真理有持守掉的无？拢有啊。有无？但是你伫主观甲客观的中间，你做足好的分配。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当我举一个例咱即马最近有一寡青年的来到教会，这青年因拢是可能行为顶面无介拄好的这青年，因会食薰，像即礼拜二即个聚会中间，因伫等台中间。有一群囡仔嘛伫门口靠，我哭咧坐咧，咧剥薰啊那徛伫教会内底信徒来讲，教会拢全即个囡仔咧出入，迄也好，无好要安怎？赶紧赶走，敢若赶走较安全，赶走较安全。我甲你讲，毋是，爱甲教嘛，你的囝你敢要甲教？是奇怪，别人的囝死袂了，是安尼吗？了解哦，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哦。伊嘛是上帝所创造的哦。咱无要甲教，咱用一个错误的观念，这叫做你有持守真理无啦？内在甲外在你有持守真理无？疼厝边亲像家己，就算伊是一个罪人，你爱甲救无？你嘛得爱甲救啊！所以兄弟姊妹，我著甲这个囡仔讲。“hello， 赶快！”我的广播，“hello， 楼下门口有一群学生在那边赶快，同工们，赶快冲出去！”他们就赶紧，很好哦。有一些以前这些有些学生，他们原本也不敢讲的他们已经赶出去说：“hello， 不能在这边抽烟。”牧师有交代，如果你还没办法戒烟，你先去旁边远一点的那个什么停车场，莫去影响到遮，因为遮拢是住户，来空气会影响。像你姊妹，主观应对对无？咱有行动无？有内在，咱知影。客观调整好，相信、信心、倚靠神，神会给我们智慧。你用客观的回应啊，他都要我讲，你若要甲赶走，这叫做主观的回应啊。但是我们用主观的表现，有没有陪伴啊？有。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是非常艺术的。听一个人传福音，爱真艺术。我相信有人捌安尼思考过。一间教会，如果咱若是开会尊罪时间，量能，在这一些孩子、这一些不优秀的人身上的时候，会让教会的量能丧失动力，没有错。他需要花时间，他也需要人力。但是对于咱大桥教会来讲，咱无青年，你无要做这个代志，你是要安怎救人啊？即摆就是咧训练啊！上帝互咱有机会训练，你无要训练，你是要安怎吸引人来？因为你无抵抗力啦，你干那要食好的啦，食好做轻课，才简单的，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主观甲客观内底，上帝爱咱明白。伫上帝真理话命的话内底，一直咧甲咱讲起，咱要安怎样用主观的态度来去看待真理的工课。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诗篇86篇80到第11节讲，主啊，这个上帝中间，无一个会比得你，你的所做也无通比评。
哦，真主观的啦！我甲你讲，这诗人大笔所讲的真主观。伊讲主啊，你所做的万邦拢袂来拍败伫你面前，因也要荣光你的名，因为你做大，佮行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你有哈利路亚阿门无？你的上帝有安尼无？有嘛？啊，上帝若有安尼，你惊啥？传福音你咧惊啥？传福音你免惊，你着爱好好主观来认定你的上帝是什么上帝。阿门。上帝是遮尔奇妙，伊是遮尔伟大。11节讲，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心的心、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一个要敬畏主耶和华上帝的信徒，你着爱有这种的认知啊，主观的认捌咱的上帝。求你指导我的脚步。互我照你的真理来行，代笔伊表露出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第一，独一无二的；第二，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第三，也在在讲的，伊教导咱。所以代笔诗人讲：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教导我，互我会当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会当更加专心敬畏上帝。基督徒为什么无法度通专心敬畏上帝？因为外在咱的生活充满侪，互咱用客观的方法，无法度通用主观的认知上帝的能力，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基督徒啥哪无困难？基督徒啥哪无影响咱？基督徒是安怎做代志，无法度通有我靠主的信心的迄种的喜乐。就是因为咱太侪用客观的方法来认知真理的代志。注意哦，我讲的是，咱用客观的方法来认知上帝真理的代志。我是指这项代志，唔是所有的代志拢是主观的。了解吼？咱茫误会哦，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着爱了解，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安怎伫伊的真理话命的话咧，甲咱教导。诗篇第26篇第3节讲：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眼前，我也要按照你的真理来做什么？来行。你的生命中间有常常体会到上帝慈爱无？有去体会到上帝伊是何等稳定的上帝无？若有的话，你就爱按照伊的真理来行，唔是按照你的真理来行。唔是按照你的主观的真理来行，了解无？是上帝真理来行。所以兄弟姊妹，我并无认为一个人有主观唔好，是你的主观要安怎好好来判断上帝的福音、上帝真理伫你的生命内底，你要安怎行？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约翰福音书第3章21节讲，但是行真理的，就爱安怎做？就棍光啊！啊，要安怎行？哦，咱伫第3节讲嘛，讲我要按照你的真理来行，啊，要安怎行嘛？啊，足简单的啊！啊，就清棍光嘛，黑暗的道路莫做嘛，歹代志莫做嘛。你若感觉这怪怪哦，无介符合哦，无介好哦，啊，就莫做嘛，安尼就好啊。所以兄弟姊妹，伊讲行真理的要就棍光，要显明伊所行的是啥物？靠上帝来行。所以兄弟姊妹，你就棍光好的你去做，就棍光无好的你茫做，啊好的你去做，你是靠上帝咧做，毋是靠你家己啦。所以兄弟姊妹，一个行真理的人，伊毋是靠伊家己主观的真理咧行，伊是靠上帝真理话命，靠上帝咧行。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靠上帝来行？就是行伫光明中做对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足清楚的。上帝主观的真理，一直拢咧互咱明白，咱要安怎样用主观持守的心，无论你伫内底安怎，你也常常持守掉的这个真理，这是非常主观的。你唔通用客观的方法去看待这个真理，这真困难，我可能足歹做到。求上帝怜悯我，求上帝帮助我，互我有信心，
我要靠主来得胜，靠主来持守你甲我讲教导的话语。兄弟姊妹，上帝的主爱常常伫咱的眼前，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生命中，一直咧考验咱的信心。主观是啥？主观就是行真理，靠主来活。客观是啥？顺其自然，认捌福音嘛。所以，当人用客观的方法来看待基督徒，到底你会当祝福伊什么？我佮讲一摆，当一个迷信的人，当一个要袂捌这个福音的人，以客观对你，客观来认捌你，请问你要用客观的方法来给传福音吗？福音敢我当用客观来传？其实是袂使。你要有信心，你要主观，但是你的主观，你得爱照他拄仔牧师甲咱讲的内在甲外在内底客观甲主观的判断的方式来做一对。安尼我相信顺其自然，互人认捌福音的发生啊。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在了解，在祈祷中间在敲找上帝的心意。主啊，传福音为什么才能恶得，互人了解？我终于了解到，讲原来其实要互人领受一个福音，咱甲伊的关系建立要安怎做？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主观的人？主观的人，伊会固执家己的意见，袂接受别人的意见。主观的人，伊袂听人的意见，以前伊就已经坚持家己的想法，对无？甚至主观的人有时你甲伊讲了哦，伊听了你的意见了哦，伊要犹原坚持家己的意见。甚至呢，主观的人伊袂容易接受，伊无容易改变、改正伊的方法。主观的人会安怎？当主的话来的时阵，事实已经显明的时阵，伊要犹原一成不变的坚持他的意见。哇，牧师过去嘛捌安尼。我当我坚持我的主见的时阵，我的看法的时阵，我认为讲，对啊，这就是爱安尼做啊。但是当事实互我看到的时阵，我会改变无？哎呀，兄弟姊妹，你若要成做一个主观的人，你得爱了解你伫什么时阵爱做改变。主观的人伊袂变，因为我甲你讲，因为咱的生命，如果你若发觉这个问题你用要有，甚至你真正拢完完全全像安尼的话，我甲你讲，你的生命要袂被修正，你的生命要袂被破碎。你的生命还没有破碎，求主帮助你，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主观的人所会带予人的损失、困难是啥物？第一项，听话听袂入去，有可能牧师讲到即马，你嘛要听袂入去。好，安尼会记得，你可能就是这个主观，带予你的困难甲损失咯。我甲你讲哦，有可能你就损失啦。兄弟姊妹，听话学习无主观，内面是空的，这种主的工人。才是听会入去的，所以兄弟姊妹，我会记得我常常甲我的老母伫对话中间常常若讨论过去，我会记得若讨论一个问题，讨论到足深的内底的时阵最后我的母亲拢会我讲你做牧师的啦，讲袂赢你啦，我就知影，我的主观过头描述。过头无用客观的态度，好好来了解我的老母咧讲啥。但是当我思考到这项代志了，我开始安静家己。后一次，当我搁一摆看我的老母咧应对的时阵，我就会想起我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我就先调整我内底的态度，要安怎先听候，我靠上帝的信心，客观来领受上帝爱我要安怎，主观来好好回应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听话要听会入去，你就爱了解主观所会带予你的损失是啥。甚至主观所会带予人的困难甲损失是无容易学物件。兄弟姊妹，学习对咱来讲，这是一个足要紧的代志。但是你若无法度通学习，我甲你讲，你甲你的囝儿、甲你的孙儿、甲你身躯边的人，你嘛足无容易对伊的心肠来学到物件。兄弟姊妹。我的牧师娘，我常常甲伊讲，你后摆毋通常常买这个物件咧，互囡仔食，特别是饮料，什么饮料？早起你若看早顿店拢是食啥？
咱一般拢食奶茶啦，红茶啦，豆浆啦，豆浆可以，可是豆浆又有分2种，一种是没味道跟有味道的。大部分的商人通常会把它用稀释掉的，因为它只要成本越低，它能够水量够，它实际上是赚钱的。可是喝的人，如果你没有智慧，不懂得判断，你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的负担。所以我咧甲牧师娘咧讲的时候，牧师娘讲，你莫管较济好无？囡仔拢我咧照顾，而不是你咧顾。他说的也没有错啊。后来咧，最近牧师娘发觉讲，囡仔开始大汉。受教育爱开钱，钱开了济伊就讲无啥钱我就甲伊讲，你钱拢开到位倒位去？我就告诉他，开始跟他分享，你早顿，你安怎买遐物件？一杯饮料20块，3个囡仔就60块一个月就偌济就18块对，18块一档落来就偌济你也要算所以兄弟姊妹。数算你的金钱，数算你的生命，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他为你留的生命，你为主付上多少代价，遵守他的道。各位兄弟姊妹，学习你唔通过头主观，你若过头主观，你无容易学物件，因为你学袂入去。所以兄弟姊妹，顶礼拜牧师咧甲咱讲起。主欢喜的好工人的形象，性情要坚固我告诉你，性情坚固，他是说，主的工人伊伫上帝面头前的生命特质就是刚强，袂真容易受到环境来摇动的个性。但是我跟你讲，这种的个性嘛是伊的坚持、伊的意见甲看法。这种的个性，学习的机会相对就会较少，这是足相对的。但是你要了解，性情的坚固，甲主观有相款无？有其实我认为是无相款的。如果那是相款的，我袂用性情坚固啦。迄是无相款的，因为主观只不过是一条路尔，但是性情坚固是无相款的面相来咧看。所以咱来了解，性情坚固是伫主的面头前爱有坚固的信仰的态度，无主观，但是是肯学习，是肯学习的。是骨力咧学习的，自然你伫你的生命中间，你会愈学习，哪学哪济。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中间，咱学习，会当更较侪去用学习的态度，用坚固的心智，迄个性情去培养好势。你要了解，随时伫即个主观客观的内底来去调整你的生命。我相信，咱的生命拢会当成做一个传扬福音的好工人。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儿女伫上帝面头前学习无主观，这是一个足要紧的代志。注意是伫上帝的面前你伫祈祷，你若主观，我甲你讲，你会认为我安尼祈祷就够但是其实上帝爱咱搁较侪祈祷，敢毋是？你若认为讲，你毋免看圣经，你一工爱无应该要死要活，我无时间通去读经，我甲你讲。你伫上帝面头前，你是主观的。注意我讲的是你伫上帝面头前，因为上帝话你一定嘛无想要看。了解我的意思无？这种的生命，你爱记得，上帝儿女伫上帝面头前学习无主观，为着就是要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做工兄弟姊妹，这句话听起来足简单，但是伊事实的意思，就是要学习。你要用无主观的态度，你才有法度通学习到。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赐福咱，互咱的生命，互咱的心思意念学习去拍开，互咱改变咱的看法，改变咱的思想。我会记得伫足早之前，我开车的时阵，每一摆因为车有当时保养也好，我拢较毋捌。我会认为车就是用来用的，用久就会淘汰掉，就会爱歹就爱歹。但是我会记得我的母亲常常甲我讲，迄车若有迄个无日的所在，你着天气无日的所在，对车会较好。我拢毋捌。前阵牧师有咧跟咱分享，我的车甲卖出去。我甲你讲，伫要卖出去的中间，人咧看第一个先看你的钣金，先看你的内底的即个
装饰有没有保养的好。以往咱拢无咧注意遮的，因为我就是主观认为，安尼使用就好。兄弟姊妹，最后牧师即摆咧保养车，毋是安尼，我拢甲牧师娘讲，去到倒位，迄内底拢甲砍起来，互内底保持，莫互伊晒日。我发现这样子的功效是有的，因为当初这个卖车互我的人，我讲你的车是安怎保养才好？迄是17档的车，伊内底椅座啊，拢要拉亲像新的。我甲伊问，伊讲，因为我咧做卡店啊，做应该做的保护啊，我平常车拢是停在车库内底啊，日头我拢甲伊砍好麻麻。兄弟姊妹，咱教会车库。有迄帆布无？有拢砍落来，会使砍，牧师会尽量甲伊砍起来。为什么？保护咱的车，莫嫌麻烦。该做的咱就做好好，吼。所以兄弟姊妹，每一个咱属主的工人，咱尽心，无用主观过头的态度，咱来去了解，为什么要安尼做？为着就是咧保护咱的性命，会当掠掉安怎？珍惜咱的性命，数算上帝恩典。什么叫做数算上帝恩典？就是你安怎去认知上帝真理话命的话，要安怎来做？愿上帝为亲自帮助咱。咱最后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安尼讲，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咱每一个这个年幼的，少年爱顺服年长的，唔是咱年长者走去甲迄个少年人讲圣经安尼讲你得爱顺服年长者，我是年长者，唔是这种观念。伊咧讲的是属灵的生命。咱若是较少年的人，咱的灵性是较幼稚的，咱较学习无够的，咱甲主讲，主也帮助我。互我会晓学习去听一个少年人，有当时讲的话，真正互我足多的学习甲帮助。我常常看见每一个青少年，有时我嘛看治安，看因所做的代志，我会去思考，什么是好的，我嘛会当调整我家己。所以兄弟姊妹，咱是一个团队的服侍的教会，彼此服侍，也着彼此用一个谦卑的心，做伙来顺服上帝的心意，来做上帝的工作。愿上帝赐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感谢你用你宝贵丰盛生命的话语来滋润阮的心，通叫阮的生命会当得到坚固、稳固，有平安的气力来向前迈进。主啊，今仔日阮嘛要做伙学习到一个真重要生命的功课，就是要安怎样明白。主上帝，你白白恩典的内底，你所带予阮一个重要的应允甲启示，教导阮，互阮更加深刻来明白，上帝你付上伫阮的生命，你所付上爱我们生命的代价，透过耶稣基督救赎阮所有的人的生命，钉死伫十字架顶。阮要安怎样用主观的态度来军队上帝？军队耶稣基督来行，主啊，阮相信这是一个要紧的功课。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明白，互阮要安怎样伫你的话语的内底来了解，对圣经你的话命的话，你听阮的心，毋是一个客观的教导，乃是一个助你主观的命令。主啊，你捌对你的话语对阮，照着你的吩咐爱阮讲，就爱去行。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听主上帝，听人亲像家己。若是阮去行，阮的生命就会当伫生命中间，会当立存伫这个世间上，会当得到福气。阮会甚至会当承受地面上的产业，生命会当得到久长。这是上帝你的话语，但总是阮袂爱行，阮爱行家己的路。阮无愿意去学习，求上帝你怜悯阮。主啊，恳求上帝你教导阮，感动阮的心，互阮会当伫主你圣神的感动的内底，明白上帝你一直找圣神在引带阮，
甲阮相合伫地，是主你行伫头前面，毋是放杀阮，毋是离开了阮。主，你甲阮讲，阮毋免惊，阮毋免惊吓。恳求上帝，你透过你的话语，搁一摆，互阮的骹步伫客观的领受的内底，通更加主观来稳定徛在。求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搁一摆，愿上帝你赐福伫阮在座的兄弟姊妹，所有大桥教会、聚会、亲人朋友，阮带到主你的面头前，恳求上帝你使用因的性命，无论伫病痛的内底，心中有软弱的，生活有困难的，阮拢恳求上帝你帮助因，互因伫生活的内底来学习倚靠上帝。军队主的罗卜，军队主的同工，做伙伫生活。伫教会内底为主你报扬好的福音，愿上帝你赐福阮，帮助伫还未捌主你的人，互因的亲人朋友，每一个人拢学习到这个智慧的功课，互阮的生命成做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接续咱来吟回应诗，圣诗174首，我心慕真理的神，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时咱来奉献。起立。你所听见的。
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享受甲收回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咱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咱看咱的周报，咱做伙开喙，咱做伙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你的慈爱是归伫敬畏你的人，是对早起时、古早到现在，耶和华上帝，你的慈爱是永远无改变。我要感谢你，你用真理换命来指示阮，来选择阮适当的道路。常时来相接着你的祝福，因为你讲超做你的，就超做生命树，超做着生命的泉源，超做着智慧。阮感谢你，就耶稣基督独生囝来享受阮、赎阮不配的罪人。阮恳求圣神感动阮，进入阮的心，牵起着阮的心，成做主你所欢喜的人。阮嘛要因为生命来得定，阮会当愿意来改变阮的生命，用全力来服侍你。阮愿意伫教会伫任何欠缺部门来做服侍的事工，因为这是出自上帝你的恩典。阮嘛服侍你的时阵，阮嘛会当服侍别人，祝福别人，成做一个新创造，有永啊，是主你的百姓。主耶稣，阮求你来怜悯，愿会让你姊妹身体有软弱，无因为安尼地高来过头来操心来烦恼。虽然肉体软弱，耶和华你是因心内的一盘，你要来刷走迄个软正的所在，你要甲三角来动断。愿上帝你的医治伫因的心灵，主，阮是你的羊群，每一只的羊，你拢要甲伊眷顾，你拢要来持守医治因。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天王
咱下周的圣港事务人员，咱家己注意来看。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本年度第4届中执会要定于6月7日，就是礼拜3暗时7点半，伫1楼，咱请中执准时参与。那迄天的新家人关怀学校，咱暂停一届。第二，6月7、5就是拜一，伫每一个礼拜拜一7点到9点，伫新生命小组教会举行健康教会研习会。即个时间有2个月时间，咱教会有魔术会长老李新田兄弟、黄子安弟兄，阁有学生就是林宗璇、林幼仪，因拢要来报名参加。咱请为着即个培养健康教会精兵训练来关心甲带导。第三，本教会伫7月初4拜2，7月初6个礼拜是要举办暑假儿童营，咱的对象就是要上国小1年到6年的学生囡仔，请咱提摩太同工，也是咱扫描 QR code 来报名。咱1楼若有详细的来说明，咱会当看公布栏。咱来看6月份的寿星，6月初10是文博宝庆兄吼，6月11是王玲姐妹，6月15是吴梦峰弟兄。下面是咱的奉献的明细，咱若毋对，会当咱的过价来订正。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咱台语、华语拢接读一解。了我由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全意的心敬畏你的名。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86篇11节。好，我将时间交牧师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伫大道中吼，嘛为着妙玲姐求上帝甲伊祝福。伊即摆咧接受即个化疗啦吼，求上帝祝福伊，帮助伊。咱伫祈祷中来甲伊祝福。我相信牧师咧甲伊关心的中间，伊讲甲伊妈妈讲吼，着爱长老讲妈妈，你毋免烦恼，你倚靠上帝吼，我着放心。其实咱的信心就是安尼，咱用客观去看待上帝的能力。什么叫做看待？就是上帝事实要伫咱的生命所要行的。主观认定上帝所要行的代志，会伫咱的身上发生，这就是个信心的考验。所以我感觉主观客观的内底，求上帝帮助咱今仔日若学习着一个好的功课，嘛，互咱伫判断代志的中间，更加知影要安怎去影响人，用一个水的生命、福音的见证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吼。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明仔载咱明仔载有几位同工吼，这参考这是要来学习伫即个新生命小组教会顾启云牧师伊用一个教会好的策略甲方法。为什么我感觉这是真好的？牧师伫大学的时阵认为是顾启云牧师是一个灵恩教派的牧者，但是在2021年，我之前在私下跟他在讨论说，牧师，我觉得你最近几年越年长越年老以后我更深体会到你是一个实务型、实践型的牧者。那在那过程当中，他跟我分享，2021年拄好是咱台湾疫情开始在发生的时阵，迄当时伊带领伊的教会从大变小，就是因的教会拢是几千人的教会但是伊要安怎常常无聚会的时阵教会一直会发生足大的变动。所以，伊伫迄中间，上帝互伊的启示甲智慧的教导，互伊明白怎样赶紧互教会用一个直播的方式的聚会方式。所以伫迄当时，我会记咱台湾拢是敢若单纯只是直播啦，上计是直播线上。我牧师迄当时咧看每礼拜的直播看起来可能10个以内哦。意思就是讲，会友平常时伫迄段时间，礼拜日是无咧礼拜，了解无？因为敢10个以下，咱的信徒几个人，40几个，但是敢若10个以内的人看直播咧礼拜，安尼意思是啥？意思就是有30几个人无礼拜。
所以咱来了解，伫迄当时，这顾牧师一共由大变小，他们的教会经历2021年，上帝给他们的多出了12个门徒，就是牧者讲道，所以他就分配下去，让他的同工去讲道，然后用直播，用这个小组的直播，然后做线上的礼拜，所以让他们的教会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增长。所以在经历过疫情，人家上帝给他的教会是增长的，可是我们却是留滞不动的，停滞不动的。按了解外艺术吧，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习好的方法、好的策略，但是要有好的观念。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学习的心。我们学的不见得马上要来做什么变动，而是至少我们愿意学习。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同工，要去的赎会长老，还有这个新天兄哈，还有我们的2位学生，还有子安同工。其实这2位学生也是牧师期待有机会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习。那这个钟璇问牧师说：“牧师啊，我们是去那边是要学什么？”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就去吧。”好，我也只能够说求主帮助你。但是这2个月来，你们都不能够请假，好，尽量就是要完成这个课程。好，所以其实期待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的教会，如果要增长，一定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好的学习。我们如果不学习，我们就不会成长，这是必然的道理。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可是怎么可以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不学习了呢？所以期待咱有一个学习的心，无论咱安怎活到老学到老，我相信神丰盛的恩典也要大大的祝福我们各位哈。好，牧师伫遮来介绍新朋友叫严淑荣姐妹哈，我们淑芬，拍摄我目睭看唔到哈，严淑芬姐妹哈，咱欢迎她，欢迎她伊伫这个公路哈，伫迄个迄叫做什么咖啡厅？不是16迄个圣曼咖啡公路圣曼咖啡边还有一个这个视障中心按摩的所在伫遐咧工作对，我在168所以咱若是压力重的若想要小可放松，咱去遐找伊啦求神来祝福伊嘛，今仔日欢迎伊会当做伙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嘛请坐咱等下伫请安的中间，咱互相请安礼拜三嘛邀请你到楼骹，阮楼骹有咖啡，会当啉一杯咖啡咱大家做伙交易咱嘛真欢喜展示展示，咱搁一摆欢迎伊顶礼拜头一次来咱中间欢迎伊咱嘛等下礼拜三咱有机会咱参加咱的小组，我们教会也有小组，也是能够继续我们一起交易，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那我们还有没有牧师没有介绍到的？好，那无咱这时咱做生日咱请6月份的寿星请起立好无？6月份的寿星来，明峰兄还有什么人？敢若明峰兄你袂歹，一枝独秀。迄个阿德是不是？文伯德宝庆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个祝福生日快乐歌那牧师来做个祝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满满，快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满满。其实还有王林嘛是生日敢是我看明峰兄拢无笑容生日人来唱祝福歌，你讲一个感恩的话，生日的你想要感谢上帝的话我感谢上帝来到这个大桥教会我得到足多的道理我希望我会当为生日今仔开始有一个新的观念会当主会当来欢喜，感谢主。感谢主。好，咱一摆
多谢伊的分享。简单的见证，伫咱生日的时阵，咱是要用阳光归予上帝，是因为上帝留咱的活命，当继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吼。咱搁一摆来祝福明峰兄弟甲所有受亲，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领受生命的智慧。特别阮伫祝福遮受亲的中间，愿上帝你赐福伫因，互因毋若年岁加添，嘛互因的灵性。生命甲主你的关系会当更加成长，赐福因会当一生为主来活，无论得时不得时，拢会当用因的生命来为做好的学习，来跟对主的脚步，来成做主你的欢喜，来荣光主你的名。等阮有一日见主你面的时，主你要甲阮讲好，佮尽忠的路步，你通到我遮来。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掠条这个美好的应允，伫阮的生命中间，一生为主来行这个应允的道路。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吼，咱做伙来行平安礼，互相拱手问候吼。咱主基做聚会，上帝赐福你平安，欢迎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们。欢迎您来，阿姨，欢迎您来，姨婆，欢迎你来。上帝听你，上帝听你哦，平安，欢迎你，上帝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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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安，平安，上帝爱你，平安，上帝爱你，上帝爱你，平安，上帝爱你，平安，上帝爱你们哦，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你们，欢迎你。平安，上帝爱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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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互咱主一做聚会，听互咱主一做聚会，上帝听互咱大家做聚会，听互咱主一做聚会。咱每一摆行平安礼的时，拢是咧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迄个听。所以，咱就常常伫主的面前彼此咧互相请安的时，咱是抱着感恩，是抱着感谢，嘛是抱着祝福，互咱彼此的关怀会当得到主的欢喜。因为咱是一个听的教会，咱搁一遍做伙来吟上英的诗，上英的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一切荣光拢是归伫咱的父上帝，因为伊是值得配得咱荣光的上帝，乐的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圣神，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恁伫上帝所赏赐的活命内底，一生跟对主的脚步，时常伫客观主观的内底明白怎样好好来行上帝所赏赐的活命。求上帝赐福伊，赐福恁，赐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跟对主的人，有生命好的智慧，一生荣光主的名，毋若成做主好搁尽忠的工人，嘛会当将福音传扬出去，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疼人宝贵的消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